你有冇見過有啲小朋友對學習完全提唔起勁，上咩興趣班都係得個軀殼，完全無心向學？呢啲唔係個別嘅例子，係會越大越常見。去到中學咧，你好少再聽到啲小朋友暑假話主動想學啲咩興趣班，或者啲乜嘢新嘅技能，甚至成績咧一路開始下滑。究竟點解會咁嘅呢？Hello，大家好，我係 Miss Ellie，美國註冊嘅讀寫治療師同埋遊戲治療師，喺香港執業超過10年，專門處理讀寫障礙同埋行為情緒方面嘅問題。我自己咧有一位5歲半大嘅小朋友，而身邊咧無論係朋友啦，定係工作上嘅家長咧，都成日問我一個問題，就係小朋友咩都話唔想學，懶閒，點算好呢？今集我就會從心理、情緒、生理、學習技巧4個方面出發，同你一齊睇下點樣全方位提升學習效能。第一，建立學習動機。從心理學嘅角度嚟講咧，思維模式係影響住一個人嘅行動力。擁有成長型心態嘅人咧，就會覺得所有嘅技能都可以透過後天嘅努力獲得，所以會有較強嘅學習動機。而固定型心態嘅小朋友咧，就會覺得所有嘅技能，包括學術、運動同埋音樂咧，呢啲全部都係靠天生嘅智力同埋天分嘅。學得唔好咧，就係因為我天生冇呢個能力，會有較弱嘅學習動機。而心理學家 Carol S. Dweck 喺1998年做過一個實驗，研究人員咧俾小學生做一份測驗，再將佢哋咧分成2組，一組咧就被讚你好聰明啊，另一組咧就被讚你好努力。之後再俾啲小學生揀，要唔要挑戰啲更難嘅題目呢？結果就發現被讚聰明嘅小朋友咧就傾向揀啲簡單嘅題目，因為佢哋害怕失敗，而且作弊嘅機會率咧都較高。而被讚努力嘅小朋友咧，就更加願意接受難嘅題目喎。失敗之後咧，佢哋仲會反思啦，同埋揾方法去改善。所以個結論就係，家長應該咧多啲讚賞小朋友嘅努力同埋態度，呢啲可以後天改變嘅元素，而唔係你好叻啊，你好聰明啊呢啲咁嘅天生特質啦。第二，穩定內在情緒，情緒不穩，小朋友好難專注，冇專注就會冇效率。好多時小朋友情緒穩唔穩定咧，係同親子之間點樣互動咧有關係嘅喎。當然，除咗某一啲特殊情況，例如小朋友本身就係高敏或者自閉症啦，所以無論發生咩事都好，記住一個口訣：我、你、是。先處理自己嘅情緒，再處理小朋友嘅情緒，跟住先處理嗰件事件。親子關係咧係要大於嗰個事件嘅，千祈唔好因為嗰件事係關於面子啦或者成績，就影響大家嘅關係。例如你同小朋友準備咗好耐嘅面試，佢結果喺面試嘅表現咧就強差人意喎，又唔出聲啦，跟住又答非所問，明明識嗰啲嘢又話唔識喎，咁可能出嚟咧第一時間你就係會好嬲啦，然後又好失望，覺得點解個小朋友表現會係咁樣嘅咧？咁呢個時候咧就請你首先第一，穩住自己嘅情緒，同自己講冷靜 ，it's okay。第二，觀察下小朋友嘅反應。佢可能表面若無其事，但係內心咧應該係唔舒服嘅。佢都應該會知道自己頭先嘅表現咧係麻麻地嘅。觀察完小朋友嗰個反應啦，睇下佢有冇啲不安嘅情緒啦。咁跟住之後先再去討論件事。你覺得今日嘅表現點樣啊？咁我哋下次可以點樣做好啲呢？咁去了解下點解頭先佢唔出聲啦，或者去答非所問啦，或者明明識嘅嘢都要答唔識咁樣。咁千祈唔好用一啲責備嘅語氣，俾空間小朋友自己去反思。再講個真實嘅例子俾大家聽。我有一位10歲嘅學生，佢讀寫障礙係非常之嚴重嘅，嚴重到連自己個名咧都寫唔出。咁通常咧去到呢啲接近青春期嘅年紀咧，好多人都會選擇放棄。但係出奇地咧，呢位小朋友係非常之有毅力嘅喎，學習動機係超強。我再了解下咧，原來佢係有一位情緒方面咧支援得非常之好嘅媽媽。佢嘅媽媽咧，從來都唔同學校嘅其他小朋友啦，或者係嗰個制度嚟到去比較，因為佢非常了解小朋友嗰個困難，所以咧呢個小朋友嗰個內心咧，佢培養得係非常之強大，加上正確嘅學習方法啦，唔使2年，佢由認唔到26個英文字母，到自己可以獨立完成睇 Elon Musk 嘅英文自傳。我之前咧出 post 係講過。有興趣咧可以去睇下，所以我成日都話進步嘅快慢唔係睇小朋友本身個英文底係點樣啦，佢聰唔聰明，而係睇個小朋友咧肯唔肯用心去學。而學習動機就係同親子之間嘅互動咧係好大關係嘅。第三，健康飲食，想提升大腦嘅運作能力咧，第一要食好嘅蛋白質，第二要穩定血糖。蛋白質裏邊嘅氨基酸係大腦製造神經傳遞物，例如多巴胺同埋去甲腎上腺素嘅原料。直接影響學習、情緒同埋集中力嘅。一項2005年嘅研究發現，食咗高蛋白質早餐嘅小學生咧，喺記憶力啦、數學題同埋專注力嘅測驗咧，係表現會比較好嘅。
第二，點解要穩定血糖呢？因為血糖咧係腦部嘅燃料嚟嘅，你要有穩定嘅供應，唔可以一時高一時低。因為血糖好高嘅時候咧，小朋友咧就會表現亢奮、難以集中，就係大家成日都聽到嘅 sugar high。而急跌嘅時候咧就會有 sugar crash，令到個人咧係好攰啦，注意力下降嘅。一項2020年嘅研究發現咧，食用低升糖指數早餐嘅小朋友咧係有更好嘅記憶力啦、控制能力同埋注意持久度。而另一項2023年嘅研究就話啦，長期攝取高糖食物嘅小學生咧，喺數學、語文、閱讀嘅成績方面咧係明顯地落後嘅。而呢個學業表現嘅下降咧，同血糖嘅波動、睡眠嘅質素同埋情緒不穩係有關嘅。所以我成日都同啲家長講，帶啲小朋友嚟上堂之前，千祈唔好食甜嘢。第四，學習技巧。咁喺身心都預備好之後咧，我哋就講下學習技巧嘅層面咯。要讀好書咧，首先第一你要有良好嘅記憶力啦，第二你要有好嘅理解能力。咁而提升好嘅記憶力咧嘅方法就係，首先你要了解自己係邊一類型嘅學習者。有啲人咧係視覺記憶，有啲人咧係邏輯記憶。視覺記憶咧就係例如用 mind map 啊、顏色分類同埋圖像學習，而邏輯記憶咧就係透過理解內容之間嘅邏輯關係或者係因果關係而去記得個知識嘅。舉個例，理科腦袋嘅人或者係讀寫障礙嘅人咧，用邏輯記憶去記英文字係特別有效嘅，因為佢哋嘅邏輯思維強啦，所以只要咧將語言規律化，佢哋自然就會記得噶啦。對於好多人，用科學嘅方法嚟到去學閱讀同串字咧，仲會有加速嘅效果嘅。有興趣可以睇下我之前拍嘅免費 webinar 英文拼寫全攻略，裏邊有講過咧，我點樣用呢個方法咧去教我5歲大嘅女咧英文串字同埋閱讀嘅。個 webinar 完咗之後咧，仲有張兒童書單送俾大家。記憶力咧係絕對可以訓練嘅，唔係話天生唔好就以後都係咁。第二，提升理解能力，而提升理解能力最有效嘅方法咧，就係教一次俾人聽。你可以用自己嘅說話咧去講一次出嚟啦，去睇下自己係咪真係理解咗。我細個嘅時候咧就好中意用呢個方法咧去幫自己溫書嘅，亦都好中意呢啲同學打電話嚟問我問題，因為咧有啲問題嘅切入點咧我係真係冇諗過，所以咧學得好，互相交流咧係好重要嘅，千祈唔好覺得人哋識咗就會叻過你，然後咩都話唔識同埋唔知。教人嘢咧，絕對係一個雙贏嘅做法。我而家拍片都係睇完啲研究咧，講翻出嚟，幫自己溫習一次咧學過嘅嘢。大家都可以試下喺屋企叫小朋友教你喺學校一啲學咗嘅內容嘅，或者喺做功課之前啦，就問佢要做邊一版啊？呢一個係講咗啲乜嘢㗎？叫佢講一次佢自己學咗嘅嘢，然後先開始做功課。學習咧係一條好漫長嘅路嚟嘅。學得好唔好咧，係受好多嘅因素去影響啦。咁成績咧只係一個結果，就好似咧喺水面上面浮出嚟嘅冰山咁樣。咁其實咧個冰山個底咧係潛藏住好多嘢，你要往下推移，你先知道會點樣幫嘅。一個人如果有內在嘅動機、穩定嘅情緒、食得啱，加上對嘅學習方法咧，學習效能一定會高。希望今集嘅影片對你有幫助。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內容，記得 like、comment、share 同 subscribe。我哋下次見啦，拜拜。